樣貌，睇下翻到嚟會唔會唔同咗？你有冇信心咧？有。之前行過未啊？未。有就要照顧下其他嘅隊員啊。女仔除外。有信心啊？有啊。我哋要出發啦！我好驚啊，點算咧？唔使驚，俾信心你。今晚翻唔到啊！我唔會。今晚生活係一難一秒。我認識佢心裏邊嘅不安。係啦。呢個係成功第一組，點啊？陳潔儀，咩啊？得唔得啊？驚唔驚㗎？驚唔驚㗎？都唔係好驚啫。你講啊？你都好驚啊？我要更刺激嘅。好黑㗎，睇唔到路㗎。李潤音，點啊？得唔得啊？頂唔頂得住啊？第一次有啲恐怖咯。第一次有啲恐怖，不過咧，咁多人陪咧就冇咁驚啦。係，啲 friend 都一齊行，搭曬膊頭咁樣。影住我啫你。得唔得啊？黃丹峰，驚唔驚啊？驚啊！見唔見到一啲見到你應該見到嘅嘢？見到一個前面有個好大嘅。好似見到隻狗咁彈出嚟。係咯。點解唔過？非常之驚。睇下有冇喊先。睇下先。大寫特寫。呢個應該俾啲掌聲鼓勵佢先。我咧，你點通我咧？邊度小心啲。夜探張寶仔。入口我會照住你入，但係入到去咧靠你自己。OK。幾耐我大啊？嚇？幾長啊？幾長？話長唔長，話短唔短咯。我覺得係好短嘅。入去得唔得好啊？入到去咪知啊？好。喂，小心啲啦。係好塞同好窄嘅。入緊啊！入緊啊！哎，但好中意嗌入。把口點啊？點啊？下面。哦。喂，裏邊行慢啲喎，後邊冇電筒㗎。行慢啲，後邊冇電筒啊！自己靠自己啊！溝通下。出聲啊！哇！前面咩啊？行去睇下喂。呢啲有個窿喎。水跨多少個山，漫漫長路與海，方可真正覓到心裏精彩。需經多少次愛，幾多的障礙賽，若勝利遠看待，不知幾番跌倒，旁人斜視喝彩，很不好過，但我終絕不改，只因心中記緊，當天可定負責，說信我會精彩。強人是你，能飛天遁地，其實你了不起。假使你永不說不能做到，強人是你，能頂天立地，如拜倒再爭氣，永沒變死，就是活着的真理。
可真正覓到心裏精彩？需經多少次愛，幾多的障礙才勝利了換來？不知幾番跌倒，旁人斜視喝彩，很不好過，但我堅持不改，只因心中記緊，當天可敬負責，是信我會精彩。強人是你，能飛天遁地，其實你了不起，假使你永不是。天榮驚唔驚啊？死咯！就嚟死係嘛？但係你都做到唔錯喎，你行到一半㗎喎。真犀利，但係你唔放落。驚㗎？好，第三咩？驚㗎嘛？望落嚟好驚㗎。驚少少，好勁啊 ！OK 啊，做得到啊，做得好啊！手執森巴的指揮棒揮動過，動作保證沒有上班憂心顧慮那麼多，玩通水天一色怎去難住我？森巴的派對這麼多，拋我入愛河。森巴的先驅怎麼會不是我？站到這裏令你滿身青春也是熱血得多，吻過了那滿天太陽，現在又恨什麼？哪個快慰快得比較多？誰明白嘉年華創辦人幸樂？一係辛苦拎咗檸檬俾你食。